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号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春节台南警察杜明成遭随机早起告别式，总统蔡文颁发保养令，表示改善警察执法的制度。过来，今仔增加23931个本土病例，31个人死亡。9月12日开始，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恢复免签急症入境。民进党早起指控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金玲交通大海学术论文是抄的，也毋过林金玲讲民进党话哦。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是增加23931个本土病例，有31个人死亡，嘛增加一个儿童重症迷失死的案例，嘛佮验出一个 BA.4，而且是中和染病患者。另外，对9月12日开始，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各欧洲国家，各有咱的邦交国，嘛已经恢复入境免签证，交易同款维持3+4哦。来听指挥中心地部上届新的说明。昨天新增的确定本土病例数23931位，上一周已经是连续第3周我们的本土的确定病例数增加，我们现在已经在进入一波的流行当中。今天新增31例的死亡个案其中有1位是年纪比较稍微年轻的40多岁的女性，本身有慢性肠炎的病史，也有接种过3剂的疫苗另外，我们在儿童的重症有新增1位是1岁的男童，本身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接种过新冠的疫苗。这个礼拜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有检出我们本土第4例也是这一周唯一的1例的这个 BA.4 的本土个案也就是说，从下周1 9月12号起，我们会恢复美加纽澳、欧洲还有我们的邦交国的国民入境这个免签证的这个待遇，入境人数总量上限目前还是每周5万，入境以后要接受这个唾液筛检 PCR， 那另外就是入境的检疫维持在3+4，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做这样子的开放。顶个月2日，台南2个警察杜明成遭随机殉职，今仔早起办告别式。总统蔡文、行政长苏贞昌、佮内政部长徐国勇等官员拢去念香。总统嘛颁发保养令，2个警察嘛升做巡官。总统强调讲，政府一定会照顾家属，嘛来改善警察执法的制度，加强教育训练、加装备。告别式的会场真庄严，要送2位勇敢的殉职员警。顶个月2日，因为查互逃走的车，互死人的嫌犯抬死的员警涂明成遭随机伫7月举行告别式。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到场致哀，颁发保养令并勋章，由家属代替收落来。涂明成做警察16冬，遭随机做6冬，伊伫拢真认真负责。遭随机为着照顾阿公阿嬷，请调到南部。蔡英文感觉真唔甘，也强调会继续改善警察的执法制度、教育训练，佮有警务的装备，互警员会当安心使用枪来保护人民佮家己的安全，也推动外役家的制度改善。紧切使用条例相关修法，在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后，将透过我们朝野共同的努力，尽速协商。同时，政府也要通盘检讨外役间相关规定，并列入优先法案，以强化我们的生活安全。伫咧会场，家属无上台讲话，干那鞠躬感谢每一位溺爱者。告别式结束了后，台南市府表示，2位殉职的员警也会立起中烈士来互众人敬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个月初，桃园一间出租套房内底有2个人被枪杀死亡。警察追查发现，讲一个线索诈骗集团的成员嫌疑重大，伊发现了后开始逃亡。警察总伫混入的高客抓到人了。大批的警力威胁，36岁线索的嫌犯乖乖被抓，公车的白牌司机也被列做关系人，2个人拢被警方带到去警局。是因为毒品还是因为钱要杀人？桃园市出一案发生枪杀命案，2个人死亡。警方锁定线索的嫌犯嫌疑重大，开始调查。因为伊走路了，毋但是甲定用的手机等掉，抑阁一直坐车制作断点，互警方真头疼。
伫查证过程，成一个花莲吉安乡一个竹篮内面，发现伊单条的牌啊，内面有手枪、枪支、衫裤，另外发现伊一个混凝土坑。本案发生后，依据相关事证，锁定苏姓嫌犯涉嫌重大，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来追查，并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找时间伫个国道3号婚林关古坑上北的路段，查到线索危险犯坐车，顺利抓到人。因为伊古早夜间侦讯，所以将会等今仔日早起进一步侦讯了，再佫依照杀人罪嫌以上桃园地检署侦办。验过自7个南投生技公司4死抢劫命案开始，最近2个月，各发生台中罗比达头家过去校真实等类似案件。警方即马也伫咧预防，又佫有模仿的效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黄珊珊提出讲要拆除第一殡仪馆改做公园。蒋万安是表示讲拆一殡是早就规划好的政策，但市长嘛讲，伫大问题市长的任内就有规划咯。黄珊珊搁再强调讲，市政府编好预算，嘛已经送到台北市议会，明年就会执行。卤肉饭配排骨汤，一喙煞一喙。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到大稻埕食面搭，展现亲和力。三箭白热化，各阵营积极抢票。黄珊珊淡出市政愿景，当选了后第一件代志就是拆掉北市第一殡仪馆，放出绿地开予市民。好像在第一任的时候有提出来相关的政见，或在第二任也提出来相关的一些规划，然后现在做一个统整，再度的提出，看起来比较像是这样，所以那是以前提出来过的。其实一兵要拆迁哦，这个是一个既定的政策，现在二兵才会积极的做相关的扩建。那未来要怎么规划，这绝对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拿到当基金会，一兵拆迁是既定政策。黄珊珊进一步表示，要先将二殡改建扩大能量，才会当有拆一殡的机会，而且明年一定会拆掉。我们已经编了预算送议会了，这个明年一定会实行，这个一定要做成啊！二殡盖好，一殡的预算都已经编了，拆除预算都编好了，这个不是空话，这个是正在做的事情。北市三脚督选情紧张，根据自由时报上新民调显示，连赢陈时中支持度是30.13%，超过蒋万安的22.92%，甲黄珊珊的20.52%。对此，蒋万安表示，会到尾拍拼，更加积极倾扫。黄珊珊认为，每一个机构所做的民调差别性真大，有看就好。记者综合报道。论文争议是愈变愈多哦。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早起嘛指控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金莲在2019年完成的交通大海论文是抄政府的报告，论文有54页，其中的31页拢是抄来的。因要求林金莲道歉退选哦。也毋过林金莲是回应表示讲，民进党是用泼太格水要来转移焦点挖乌，伊强调讲伊无抄袭。我们把它涉及抄袭的全部，大家看一下，这跟这个用满江红来形容，只要是抄袭的，我们就把它画红线画下来。选前国发生论文的代志，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找过开记者会，指控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金莲2019年摕到高雄大学高阶主管管理小组学程学位的论文是严重抄袭，也讲有3大抄袭的手法。若是引用别人的资料，官方的统计资料也是加来直接打起嚟。54页报告内容，其中有31页拢有抄袭，比例有到60%。可能教授也拿不到的这个市政府的资料。那身为一个议员，你的论文几乎全部都抄市政府报告，你是寄生在市政府来拿学位的吧？林静怡进一步指出，经过比对林金莲加来打起来10份新竹市政府报告，拢完全唔免家己找资料，有一寡内容加主题阁无下。对比进前批评林志坚的论文案，民进党团是希望国民党唔通相同标准，爱请林金莲道歉退选。针对我的论文有6处输了引注，是我的失误，我会细心的检讨。我会自己主动送交阳明交通大学学伦会调查。选举要回归政策愿景，而不是泼脏水。对此，林金莲否认指控。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讲，
唔通因为林志坚一个人就将所有人拢诱来拿这盆垃圾水，来为林志坚脱罪。希望让大家看到一场实实在在、清清气气的选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另外一个目前嘛是有超市争议的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伫咧互逼讲伊农委会报告是抄的，即马又搁互逼讲另外一个1700万农委会报告嘛是可比 NCC 委托工研院做的研究报告。也毋过张善政是颠倒批评讲，农委会应该爱先检讨家己，若是有问题当初验收哪会通过？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陈文平是批评讲张善政的态度真傲慢，农委会嘛强调会针对检举的内容来做了解。农委会经费研究报告抄袭的风波就也未煞，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个人逼讲，2009年经费1700万的农委会主报告。有几落也敢若是可比 NCC 2006年委托工研院执行的报告。对此，张善政强调，伊做代志拢是坦坦白白，希望民进党唔当乱指控。农委会如果觉得这个案子当时不应该验收的话，他应该先回去检讨当年在苏家全主委时代这个计划为什么可以通过当时的验收。张善政回应讲，根据《著作权法》第50条加第52条，温存合理引用唔是抄袭，也唔是窃评。针对抄袭的争议，民进党参选人郑文鹏批评张善政态度高傲。对于这些各界的质疑，他的态度是高傲的，他并不理解说市民应该有知道所有真相的一个权利，所以他在抨击桃园的市政，那是毫无根据；他在反省自己的丑闻是毫无诚意。农委会讲，每一个研究计划拢有结案流程，会看检举的内容来了解。若了伫咧冤抄袭的代志，民众党的参选人罗香玲是去影光活动中心关心时大人做疫苗，现场的民众也有时大人嫌讲做疫苗时阵排队排甲老长，这个呢一组医生伫咧负责。指派一组这样的医师来施打，我觉得是不够这个完善哦，甚至就是说让长辈们火气都上来了。我觉得这样的规划实在是很不好。罗香玲讲，今年是选举年，真侪人拢甲重点放伫咧选举。伊讲最近疫情有较清悬，希望大家人较注重防疫。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早起针对目前要选地方首长的12个立委，呼吁因无应该代职参选，嘛表示讲党团已经提案修法，要禁止公职人员代职参选哦。也毋过另外3个党只表示尊重，因无准备要提案修法，嘛无表态讲要支持爱辞职才当参选。代职参选赏你公费。点名其他3个党团有12名现任立委代职参选，甲立委任期顶大的地方北武馆的选举，应该是去立委职务，无应该一边咧选举，一边咧领公职薪水。时代力量立委时代经记者会表示，已经提案修法，禁止公职人员代职参选其他任期顶大的公职选举。他们没有办法去尽到他们立委该做的事情，而且又继续领薪水，难道我们？选民，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是这样子的情况吗？哈，民进党团认为安尼修法方向甲现实有小可差距，国民党团嘛认为时代力量党员今嘛未拄到安尼状况。现行的法令规定是不需要他的党员以后面临上的情况，他就不会提这种法案，所以他量身定做了。时代力量他们在相关的法案里面的一些理想性很高，但是实际状况可能会有一些。现实上面的部分，希望他们可以参考考量啊，但是还是强调这是他们的权利，可以提案。无敢是2个大党，嘛是小党的民众党团嘛表示尊重时代力量的提案权利。所以它永远大概都是社会观感的问题，那可能都不是法律上面的问题。我想我们也是乐观其成。目前时代力量的提案还伫咧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内底审议，不过为其他3党的反应看起来要通过，佫需要真侪努力甲讨论。记者张志雄、陈柏如台北报道。来看咱国伫太平洋友邦土瓦卢甲台湾建交43周年，总理带团来台湾访问，总统蔡英文今仔是以军礼迎接。这次访问土瓦卢会甲咱国签署中心外交关系联合公报等重要文件。Through tumultuous time of geostrategic agendas, we continue to stand firm in our commitment to remain a lasting and loyal all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 recognize the cornerstones of our diplomatic ties involving two nations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trust,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总理感谢台湾政府对台湾原住民的支持，伊强调讲，两个国家的原住民有真侪相像的传统价值甲风俗。总统府嘛表示讲，中岛总统伫总统府设国宴来招待访问团。中秋节全民扛肉节要到咯，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市面上各种的食材抽验检查哦，结果发现讲101件的菜色水果，其中有11件的农药是无合规定。中秋节特别到位，未少人拢会规划吹七道项目，毋过特别各种应景食材时阵爱加注意。进前台北市卫生局针对月饼制作业、胖糕仔等专卖店、食品材料行、传统市场、超市、量贩店、餐饮店家等进行调查，总共抽验101件，结果包含大肠啊、进口菜头、是结果芹菜、糖虾菜、柠檬等11件产品验出农药无符合规定。11件产品中呢，都是蔬果残留不合格。这些产品它的一个来源都还是来自于外县市的种植，好，所以我们已经依所来源的一个所在地的部分，然后以及所辖的县市卫生局进行后续的调查。另外，也为市场食品行10货店、东南亚食品店抽验13件市面上卖豆油，包含6件酿造豆油，甲7件毋是酿造的豆油。结果发现，这款豆油含氮量无够价定，毋过煞表示是价定豆油，甲标示明显无符合。那甲基酱油所规定的总氮量应该要在每100毫升1.4公克以上。那实际结果的话是1.26，好，所以其实它还未到甲级的一个标准，大概介于这是乙级以上。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买肉类甲项目用的菜色这应景的食品的时阵，应该避免买色水伤过鲜艳、无正常、伤过白，或者是偏离传统色水伤过济食品。买物件爱注意色水甲气味是毋是正常，这样食了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进口的食品，伫咱国边境验出农药，也是其他违法的物质哦。今年计共是有68件，以各类的上济。因为中国禁止真侪咱台湾的食品进口，也毋过咱到目前为止哦，无禁止任何一项中国食品进口，这嘛引起外界的讨论。卫生福利部的部长施瑞元早起就强调讲，会加强检验，若是有继续违规，就会来禁止进口。中秋节亲戚朋友聚会行肉的时阵，除了准备肉类海产，通常也有香菇、金针菇等食材。也毋过，这寡菇类产品有部分是为中国进口。卫福部食药署边境查检发现，中国进口食品违规真侪，今年已经退分销毁68批。有专家烦恼，若长期食这寡农药残留的食品，恐惊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重金属超标化，像我们如果说有铅超标，它影响肾功能，也会影响贫血，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根据食药署统计，68批违规中国食品当中，上大件是菇类甲菌类。有20批，其他像金瓜、百合、白菜头等，也拢是互检出有农药漂剂、重金属超标的违规事项。面对中国常常以无影无食的理由禁止咱国食品出口，也毋过咱国虽拢无禁止任何一件中国食品进口，引起外界议论。对此，卫福部长是安尼回应。逐批检验的情形，那我们会看这一个它是否还继续有违规。如果还继续违规的话，那可能就是给它一段限定的时间来做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那就是会禁止进口。施瑞元强调，目前边境采取严格查验的方式，无合格就退运也是销毁。中国菇类伫边境已经是100%查验，其他8项检出违规的食品也拢提悬查验比率20%至50%，各国拢是安尼，无只针对中国。记者综合报道。
全球的景气无好哦，电子产品的需要嘛减少，所以中国的晶片已经落价1成左右咯。学者嘛表示讲，台湾的半导体厂商嘛可能爱对落价，目前晶片库存的压力是真大，嘛搁面对订单减少的趋势。在这个 IC 设计或者是 IDM 厂在进行晶圆代工的一个砍单，中国的一个业者首波砍单的一个对象。因应砍单，7月中国晶圆代工业者已经先落价，降超过1成。即马台湾本土晶圆代工厂继续也收不调，尤其成熟制程亲像联电、世界先进、力积电，听讲7月到即马已经降20%。台湾像是在力积电或者是世界先进，慢慢的，其实在第3季也已经看到在产能利用率有出现松动的一个状况。台厂2线的晶圆代工业者比较面对的是价格方面的一个挑战。砍单降价，利空冲击晶圆三雄的股价，台积电盘中表现由红翻黑，一度落0.1%。二线厂联电盘中股价39.4%，落超过2%。世界先进落1.39%。考虑大盘指数盘中多空震动指数上加来到14636点。现在消费电子的一个部分就是在于库存的一个压力，库存的调整需要时间。再来的话就是 FED 的一个连续升息，这个连续升息会造成消费端更加的一个缩手。如果说高利率这样的一个政策维持一段的时间，那这个部分的话，影响消费缩手的一个时间就会变长。9月初8，苹果新的手机上市，台厂供应链有希望吃大补还，不过分析师认为对台厂帮助有限，未来若卖无好，恐惊也只有短期效应。长期观察，依然有库存去化的问题。电子股为下半年到明年，股价反弹有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加拿大嘛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有2个嫌犯总摕刀乌白台，直接造成10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当地警方嘛已经锁定2个嫌犯，公开因的名甲相片，嘛长个掠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透过推特表示讲，这个事件互人真伤心哦。警方嘛呼吁嫌犯出面自首。发生攻击的所在，警方正伫咧进行调查。加拿大伫咧初时发生随机杀人事件，有2个嫌犯举刀杀人，至少造成10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当地警方已經掌握2名嫌犯的身份，並且公布佢哋相片甲名，全力伫咧追獵。Damian Sanderson is described as a 31-year-old male, 5'7", 155 pounds, with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Miles Sanderson is a 30-year-old male, 6'1", 240 pounds, with brown hair and brown eyes. 警方讲，攻击的所在有13个，皇家骑警伫咧萨斯克彻温的省内发布危险任务的警报，因为嫌犯还佫伫咧走路，警报也会扩大到附近的2个省。同时讲，部分被害者敢若是嫌犯的目标。It appears that some of the victims may have been targeted and some may be random. So to speak to a motive would be extremely difficult at this point in time. Our investigation will certainly focus on that aspect of it.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透过推文表示关心，并且讲这件代志互人震惊心碎。萨斯克彻温的省长也发推文，对被害者甲家属表示哀悼。警方是呼吁嫌犯赶紧出面自首，并且警告民众开车时阵最好是莫载身份人。公司新闻郑玉林编译。来看巴基斯坦最近拄到8冬来大水灾，伫巴基斯坦上大的井水湖已经填了，当地政府就先预防性来消透水量，结果造成10万的人有路无厝。这场大水灾嘛已经影响到3300万的人，嘛造成1290个人死亡。巴基斯坦破纪录的大水也未停，因国内上大的曼查尔湖已经到危险水位，并且对圣德省南部地区造成威胁。当局随时下令对这座国内上大的淡水湖，加爆发公几个坑来消水。圣德省灌溉部长苏罗讲，安尼做有几个区的水就会降来。虽然有差不多10万人会无厝通住，不过会当救真侪人较侪所在。目前也无清楚，这寡受影响的人内边有偌侪人会离开。असांखे जगह ना है उधर कोई मसला जो है वो जगह नहीं है रहने की कोई खाने का सामान नहीं है चौपेरी जो है तो उधर हमारे पास गांव है भी है माल भी है 气象学家讲，接落来几天，这个地区会继续落大雨。当局是希望伫咧印度河西边的一寡湖的附近的居民赶紧撤离。
自6月以来，巴基斯坦国内就有1/3的所在做大水。6月到8月，全国降雨量390.7毫米，差不多是30年来平均降雨量的3倍。人口5000万的省直省降雨量是比过去30年的平均值悬出464%。总理谢立夫讲，即便灾情有真侪囡仔死亡，希望救援单位尽可能协助，避免囡仔死亡。जितने भी पेशेंट आए हैं उसमें हर पेशेंट को स्केबीज मस्ट है। उसके साथ दूसरी डिजीजेज जो हैं वो किसी को जो है गैस्ट्रो है, पेट की बीमारियां हैं, ठीक है, डायरिया है और उसके अलावा इसमें जो है वो巴基斯坦政府伫咧找沙，阁希望国际社会斗相共。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将伫吹到过去。伫咧过去几天，来自土耳其、中国、阿联、法国等国家协助的一寡物资，拢已经送到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因为能源的价格一直起，佮加上罗西亚用提供天然气来涨关价哦，德国政府宣布一个650亿欧元的计划。总理肖兹表示讲，望讲这补助会当互德国人民顺利来度过这个寒冷。法国政府伫初二嘛宣布讲，法国所有的核能反应炉要全部重新来运转。伫德国西部都市科隆加路有2派示威群众，其中差不多2000个住伫德国的俄罗斯的侨胞上街路抗议，要求德国唔通够继续支持乌克兰，对于俄国的相关制裁要收回。另外，数十个甲伊对立的群众是伫科隆一个教堂外口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Ganz einfach, ich bin Bäcker und werde wahrscheinlich gegen Jahresende meinen Job nicht mehr haben, weil die Gaspreise nicht mehr zu bezahlen sind. Schlicht und ergreifend. Und was fordern Sie von der Regierung? Was muss Nord Stream 2 anschalten und fertig ist. 俄乌战争爆发了后，欧洲上大经济体德国深深感受到能源天价所带来痛苦，当局在找找摆脱去俄罗斯能源。政府宣布650亿欧元的补助计划，包含退休人员每人应领300欧元，大学生应领200欧元，另外囡仔也有补贴，让德国人能安心度过这冬天。这也是伫俄罗斯几啊摆用维修做理由减降提供天然气了后，德国的上新的补贴计划，进前已经推出2项，总共300亿欧元的救济方案。Russland ist kein zuverlässiger Energielieferant mehr.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sich auf diesen Fall vorbereitet. Schon zum Jahreswechsel, etwa 10 Monate nach Beginn des Krieges, werden die ersten LNG-Terminals an der Nordsee einsatzbereit sein. 同款为满足冬天能源需求，法国政府初二宣布，这冬天来进前，要互境内所有核能反应炉全部停放。法国以前是欧洲第一大电力出口国，不过今年有1万以上的核反应炉，目前因为维修或者是技术问题关起来。因为俄乌战争冲击，荷兰烦恼今年冬天无法度产生充足核能来帮助欧洲国家用这方式代替俄罗斯天然气，甚至烦恼家己拢无够用。法国电费钱已经欠甲历史新高。能源转型部长古纳谢表示，法国电力集团 EDF 已经向政府保证，会全力互境内56个核子反应炉在冬天来进行运转。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今年开始，国小到高中拢爱上本土语言的课程，也毋过因为老师无够，教育部嘛开放教育支援人员买当来教本土语言哦。今仔有母语教育团体是出面抗议讲，本土语的支援教师薪水上过低，呼吁教育部爱调薪哦。教育部嘛强调讲，调薪的方案已经会审查了。我们的就是教职人员真的第一个。收入非常的微薄，这是真的。为111学年开始，国小到高中拢爱上本土语言课，为着补师资的空缺，全台湾目前有5000多个教学支援人员入校教囡仔本土语言，不过因教一节课的薪水才300-400块。如果若是恁的后代、恁的子弟，恁敢愿意互伊来从事这种教学的工作？恁敢袂？这句大家良心问看卖，我相信你袂愿意啦。所以咱要先顾巴肚，才顾会做。教职人员全面调薪。初高黄国书等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呼吁教育部爱护教学支援人员更较好的待遇。先前呢，我们部长这边有承诺说会调涨，而且应该是不只是4%，因为太久没有调薪了。但是在今年宣布的这个代理教师调涨的这个公文里面呢，教职人员再度的成为调薪孤儿。我们教职人员的
薪资调整的部分呢，就会跟代理人员代理教师一样哈，这个调幅的薪资是一样。那追溯的部分呢，也是跟代理教师一样，会追溯到今年的2月1号。教育部表示，因为代理代课教师甲教学资源人员的公文系统无同，目前教学资源人员起薪水的公文也搁咧审，也无确定当时的通过。记者林世豪、谢桂玲台北报道。台中一中有2个老师互检举讲伫外口开补习班哦，其中有一个老师佮甲上课的内容传去网络平台。台中一中是表示讲调查了后，会对违法的老师来记过处分。补习班老师伫台顶教物理，功课真趣味，受到学生的欢迎。不过讲到一半，伊煞坦白讲，家己是违法伫外口教课。老师危险，真的啊！就3礼拜对主任都已经都解释了，我们当然就要小心一点。这位老师目前伫台中一中教课，不过煞也到补习班兼课，伊佮家己的教学影片传到网络平台，也直接讲开班就是为着趁外乐啊。另外一位姓刘的老师，甲的是法学，2个人都互检举讲伫私底下伫外口教课。他有比较好的教法的话，那他就传承给更多人，也有对台湾物理有提升的部分。我是觉得违法的事情就是不恰当啊，对，不管他是什么理由违法就是不对。学生的看法无共款，校方介入了解，2位老师坦白讲，确实有伫外口违法检课，校方也要召开教师成绩考核委员会来审议，上当会是记过处分。我们主要还是依据校内的成绩考核会来做议处，对，这是校内可以做的权限是在这个部分。教育局将会持续请学校落实宣导，也请教师勿违反教育人员任用条例，做出不良示范。台中教育局表示，公立高中等学校老师袂当伫外口替人补习，违法兼职，有商业的行为，若违反者会记过处分。校方表示，学校无法度主动调查，毋过会加强宣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健康署的统计显示，讲台湾的国中生甲高中生食薰的比例最近这几冬有减少的趋势，也毋过数电子薰的比例却增加袂少。家长团体佮防治烟害团体今仔日伫欢迎，呼吁烟害防治法毋通佮拖落，望讲会当伫这会期完成修法。有加水果香气或者是花香的电子薰，气味真侪种，也吸引青少年族群的注意。伫最近几年，国中甲高中职学生使电子薰的比例明显增加，要么其实9成以上的电子薰拢有尼古丁，对青少年大脑正下叶皮层内面会产生神经毒性的作用，干扰青少年的认知发展。一旦成瘾以后，对青少年讲，最主要就是一个生活上的控制。整个生活、整个作息被尼古丁所控制。再来呢，青少年过早造成尼古丁的成瘾之后，会对脑部的发育造成很大的影响。新的薰品一直改良，口味无上新，只敢有更加新。伫立法院新会期开始，几落的家长团体甲禁薰团体最近开记者会，希望沿正久的薰害防治法，会让伫咧这个会期赶紧完成修法，管控电子薰甚至禁止。烟害防治法。已经送出卫环委员会，但是我们很压抑的是，这40几条的烟害防治法，竟然是保留了37条，也就是说，绝大部分3/4的条文都是被保留。如果烟害防治跟新型烟品的危害这么的一个明确，15年多没有去修法跟做法案的一个修正草案。全台湾目前有14个县市通过对新型薰品的地方自治条例，但是规范拢无同款。国建署署长吴兆军回应讲，目前薰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已经交付政党协商。伫这么市面上电子薰真多，国建署的立场是希望会当赶紧通过，有效保护青少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东区的东势主，当地民众讲因家己是住大个所在是都市的贫民区，过去60冬都市计划题目变更3届，也毋过拢无定案，造成这个厝袂当翻新，嘛袂当买卖消防安全冒风险。今仔民众是去市政府抗议，要求政府爱赶紧来解决因的问题。我就要出来做主，因为他当了4年的市长，完全对我们不闻不问。民众闹好闹
化话，佮跪落来要求市长罗秀燕出来负责。台中市东区东势自治路自1956年开始都市计划，到今拢还未定案。初五有50位住户前往市府抗议，要求政府把土地还给居民。要贷款、要重建都没办法，因为它禁建，那就是绑住了嘛。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的不公平的。他们就是完全没有透明化，那很奇怪，这地是我们的。这地是我们的，然后结果你开会你自己做自己的，什么你要变更为驻丁啊，你什么你要变更为什么？奇怪，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呢？这个土地我们自己没有去办法做主。东势自治救会表示，当地住落大约住200个人。台中市府伫咧1986年将地目改做体育用地，后来伫咧细部的计划当中，又搁归属做丁类主体用地。地目不明，地主家的厝老旧，煞无法度重建，生活环境甲消防安全拢使人烦恼。住户佮家己讲是都市内底贫民窟，60冬来市府拢毋捌来关心。都发局官员接过自救会定情书，毋过现场又搁发生小18小杀的冲突。主笔詹文成强调，2020年以来已经召开9摆的专案会议，得到共识，要用加开奖励用这个方式促成土地多元开发。土地面积跟开发方式的困难，所以我们特别用一个增额奖励容积的方式，让整个土地能够未来有一个更多元的开发方式。那我们在近日，我们就会进入所谓的市府的市都委会来做相关的审议。都发局表示，2个月内会召开都委会审议，也邀请住户参加发表意见。不过现场的民众拢无法度接受，要求市府要积极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是游艇王国，嘛积极发展海洋观光哦。航港局即马是规定讲，非自用甲自用游艇拢袂当载人客，也毋过非自用游艇是会当包船，也是家己俱乐部会当来营运，也毋过船的往回哦，拢爱伫同一个地点，嘛爱是同一批人客。有业者就认为讲，政府的这款规定根本就是打压游艇的观光哦。也毋过航港局嘛表示讲，已经准备要修法来放领规定咯。工作人员伫码头整理游艇，高雄这几年伫亚湾甲新达港等规划游艇码头，要发展海洋甲游艇产业。航港局今昨仔说发文中心，以船舶法非自用游艇袂使载客，除非包船也是家己俱乐部，但嘛爱共地点共批人上船落船，袂使中途载客。安尼法规解说甲目前游艇营运状况冲突。你到小琉球，我突然有事，我可能坐个载客船先回公司处理，然后剩下的他的朋友啊，他的亲戚，他就原船再载回来，可是就中途少了一个人，这又变成是违反这个船舶法的一个规定。高雄7月中才签约新达港游艇码头 BOT 案，业者原本想要推出蓝色公路行程，游客会使对高雄港上船，一路到蚵仔寮渔港、新达港观光。但业者发现游艇根本无法度中途予游客落船观光，予业者认为无够弹性。防止游艇同时载客的营运之下，适度穿绑中途的停靠港这个是一个方式了。我们会去跟交通部航港局建议由主管机关跟相关机关做一个协调，看能不能做一个适度的开放。怎么样的行为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或者是说符合现行法令的嘛？那我们现在呢，大概还是在就是集思广益，寻求最大共识的阶段台湾要发展海洋观光，但目前法令煞对袂着时代。平台拍算这个月伫立院提出修正动议。航港局嘛表示，非自用游艇会参考英国商用游艇管理，针对定义文义做修改，予业者更较清楚安怎营运，嘛会放松限制，增加弹性，并强化游客安全管理。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台南市消防局利用无人机来协助拍火，伫海林、伫山区来救灾哦。最近这2天是已经出动53届咯。台南市消防局有无人机高机操作正照的有37个人哦，因为效果阁袂歹，所以准备要阁加培训12个人。109年12月15，台南市消防局利用无人机伫咧嘉南大圳成功救到渡罪的人。111年3月15，嘛出动无人机伫咧山上区的一间导火工厂搜救。即马科技进步，无人机愈来愈接用伫咧救灾，唔但会当省人力，嘛会当保障消防队员的安全。如果以小区域搜索的话，空拍机是有很大的优势，就是聪明比较不好掌握，因为更新一代的进步，它会有热显这样子。一些辅助的装备慢慢我们会去改进这个缺点。
对我们救灾人员啊，他的一个安全，对啊，维护也是比较好啦。因为直接用飞机取代人员下去搜寻的话，会省时间又省人力这样。无人机伫咧火灾现场会当利用热显像的设备来显示建筑物周围的环境、火烧的状况，也有炭烧的方向，提供指挥官演技要安怎派人车，也有下决策如何控制火势。若是要搜救渡水的人，也是找无路的登山客，嘛会当利用空翕机来勘查。所以台南市消防局2年前成立无人机队，也有无机训练中心，到今已经出动有到53摆。因为有人机的部分，它的成本比较高，而且它从申请到出勤，有时候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有无人机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第一线搭配我们的大队分队，它在现场呢有可能10分钟架设完毕以后，如果天候许可的话，就可以进行所谓的搜索。台南市消防局目前有摕到高级操作证的专业人士，总共有37个人。因为救难的效果真好，嘛按算搁再培训12个人，希望有充足的操作人员投入救灾，让消防任务走入科技新时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台东县池上乡有民众抗议台糖池上木野度假村准备要开发光电，民众是真烦恼，讲光电棒会污染到真出名的池上美，嘛违反着原住民基本法。也毋过，能源局是表示讲，光电棒发电并未有污染。台糖嘛强调讲，伊是利用私人的土地来开发，嘛未有违法的问题。台糖伫池上木野度假村要开发10.8公顷的观光球场，其中有4公顷左右作为太阳能供电厂。也毋过，采购所遭到部分池上居民甲原住民暴露抗议。当地居民代表讲，池上种出国际出名的稻米，一旦设置供电厂，会污染水源甲稻米。部落居民也讲，伫部落4区位开发违反原基法，无出示部落主相同意。胡说性多重啊！我们今天不敬畏我们的土地。我们是靠着这个土地被孕育长大的。太阳能棒到底敢会产生污染？经济部能源局表示，太阳能供电棒伫发电的过程中并未产生污染，面板清洁也只需要清水清洗，未产生污染。我们的业者其实它都是采用清水去清洗整个的一个面板，所以基本上它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的这些物质，所以相对来看它是不会有这些污染的情形。另外，原住民部落即期下违反原基法第21条，伫原住民族土地也是部落4区为公有土地开发，爱出地部落同意也是参与。台糖表示，开发的土地拢伫私有土地，无违反原基法，也毋过会甲居民参部落沟通说明。目前台东县光电开发有1000华个地点，大部分拢是触电发电。地面向光电也只有资本湿地有违反原基法记录，目前终止开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西港国中长期推广画图，前一昨办一个真趣味的活动，老师带学生骑脚踏车去20多公里远7个国小，来向国小学生分享因最近读过的册，甲好册小解予愈下侪人。这阵骑铁马学生唔惊晒日，唔惊天气烧热，目标就是骑到7个的国小。长期培养学生读册习惯的西港国中，这届结合骑脚踏车的活动，希望学生行来到室外挑战家己。之前都有骑过脚踏车，但是没骑过这么远的，让孩子们就是看一些励志的故事。那今天这个课程啊，就是进行户外的一个挑战，借由暑假的这个户外课程，让同学挑战自我。伊要骑去7个龙山国小，还有光复生态实验小学，有10公里的路途。除了训练体力，伊也要去遐体验爬树啊、过牌啊。另外，伊也分享读册的感想，讲过给弟弟妹妹听，来展现因培养出来的人文底子。我们孩子会看到一些挑战极限的作者的书啊，像林奕集，那我们都会觉得那是别人的生命，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去体验一个小小的突破自己平常的样子，就可以去挑战自我，实现某一种不可能的任务。真侪人拢是头一届骑这远的脚踏车，老师嘛希望学生对册内底学到坚持到底的精神，用这份心态来面对人生的每一项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嘉义的安西社区，甲社区大厦合作，甲时代做点心，嘛甲当地糕宝加入鸡卵糕内底，互点心变甲愈健康，嘛来推广在地农特产品。专心听老师讲做鸡卵糕的撇步，再搁家己动手做。台南嘉义安西社区发展协会甲北门的社区大厦合作，
邀请老师来教时代安怎做鸡卵糕，为炒米粉到烘好、切做地，哪做哪开讲，过程是简单又趣味。那我们社区的会员啊，大姐大哥们哦，真的非常开心。今天从无到有，大家看到自己的成果哈，都非常的高兴。阿公阿嬷做鸡卵糕是真认真，这摆口味是家里鹅毛，实在真特别。鹅毛唔但是家里的特产，而且本身的营养高，会当降血压，真适合济岁人。俺用家里非常特色。这个农特产品就是牛蒡，俺家己做一个养生的牛蒡蛋糕，作为家里特色的农特产品的这个产品来代替家里发扬光大。透过这个课程，培养社区大学时代之间的感情，也顺续用创新的方式来推广在地的农特产。协会希望未来鹅毛鸡卵糕会当变成安溪社区的特色产品，让更较侪人通认捌家里这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传统过年过节拜拜做生日，拢爱用到红菇粿哦。也毋过做红菇粿饼店是愈来愈少咯。婚林的斗六社区就请老师来教老大人做红菇粿，想要食啥物鸭就包啥物鸭，老大人做了趣味，嘛食了真欢喜。真少看老师教安怎包红菇粿，看起来都简单，家己动手包煞是完全无同。有的人因为料包伤济，也拢走出来。失败啊！失败破皮，系啊，拜拜无要紧啦，咱家己要食。有较济，但是粒无好势。即摆老师咧讲，阮知影。系啊，我即摆搁做足水的。要做红菇粿，头一步就爱先甲糯米下做米浆，所以甲米浆的水滴出来，起来烂粿仔切。放内底鸭到包鸭，印出矩形，逐步全功夫。米是用迄石磨下好，搁地好，搁起来胖咧安尼，下红薯粉，用迄个豆腐包落，伊的皮地起来互伊厚薄平均啦，炖起来才会水。红菇粿伫咧过年过节拜拜做生日的时阵，常常会看到，因为菇有长岁寿的意义。甲粿做红色的，看起来佫真喜气。除了外观，红菇粿食起来 QQ， 内底佫有土豆、红豆、绿豆啊，这款甜甜的鸭，大人囡仔拢介意。所以婚林斗六社区小机构计划，这个专工请老师来教居民安怎做。小旗舰是今年第3年啦，哈，咱明年要来用大旗舰来推行啊，互咱的社区的居民当来了解讲，咱这古早味，是安怎制作，互咱这婆婆妈妈来教这个年轻辈来传承。社区小机构计划主要的目的是要创造更较好的在地环境。斗六市公所表示，教做红菇粿这款社区课程效果真好，居民拢算甲真欢喜。希望明年招更较侪社区加入计划，让社区有学习成长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台语谣歌《望春风》四季桂红是作词家李林秋的作品哦。李林秋伫台北市大稻埕的旧厝，之前是有产权的争议。落尾哦是李林秋的后生以3400万买落来，台北市嘛认定做市定古迹。今仔修复工程开工，望讲会当来保存这个台湾歌谣真重要的所在。诚心参拜祈求李林秋故居的修复工程顺利。徛伫台北市大稻埕的李林秋故居，经过产权争议，落尾李林秋的后生李修干撞到3400万，以优先购买权买到，而且信托管理。台北市也认定做市定古迹，即阵总算伫初5举办修复工程开工典礼。哇，心情真复杂，但是真安慰啊！我母这个母15年啊。啊！在今年吼，尘埃落定，阮老爸上早落一个希望字就对啦。伊讲楼骹吼要做一个公共艺术表演空间，就敢若一个 coffee shop， 哦啊有一个小的舞台，互少年人吼，有阵时伊无做台拢发表作品嘛，互少年人踮遐表演。
李林秋故居一楼的天棚已经破甲真严重，虽然厝已经爬落来，但是修复也阁需要2000万左右。经过协调，即阵由中央出35%，台北市文化局40%，加里修干25%共同负担。2楼的楼板、屋顶的天花板，还有屋顶的屋瓦都其实漏水非常严重。那也有部分的砖瓦的龟裂，原则上是要先把这个漏水啊、腐朽的部分都要把它复原。文化局表示会尽力把李林秋故居恢复做100年前的模样，不过嘛承认这是真大的挑战。未来1楼会按照李林秋的愿望规划做食室加商店的空间，2楼保留李林秋工作的模样，展出伊的文物，边仔的房间会加做音乐展演空间。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云林北港的朝天宫是台湾香火上旺的妈祖庙之一。农历3月23妈祖生，嘛有正特别的艺歌的游行也毋过做艺结车的工艺已经愈来愈少人会晓咯。北港有一个师傅，这几档是真认真的带徒弟来传承功夫，那么做伙来看卖。小孩子装扮啊，化妆化得很漂亮，然后装扮历史人物在上面这样子，让游客、让我们香客来观赏这样子。真正人演出历史也是传统故事，是北港歌剧上大的特色。表演人也手中的洗手碗，也是七桃米，甲民众互动。大家也小姐接一寡为天顶降落来小礼物，像接到神明的保庇。不少艺购车会当看到精致的工艺，像出自岩山台工作室的车辆。岩山台的艺购工作室，外表看起来像无显目的大仓库。要毋过一个行入去，会当看到各种的艺购车，佮往内底行，堆满各种道具、工具佮机械，就像一座大型的机环办工厂。这台艺购的造型是以寺庙的建筑的方式，头前的山川，后壁后殿，边仔有迄个护陵。就连设计和艺购活动的机关，岩山台拢家己亲自来做。因为我是读机械的啦，所以对这个物件我拢较做久啊，拢会晓啦，拢家己爱想，拢这个爱安怎做较有看头，爱安怎有变化。岩山台一生到至伫艺购期间，伊的手镜头也伫一摆意外起风见长，记录着一个师傅甲这份工作的辛苦。这无说你去见长，因为这个咧做这物件有当你穿起来，迄个你袂赴通切，你个袂赴通扭开，你个一下就劈一个断呀。就算北港妈祖信仰文化意涵，随着世代演变，不过迄道阳光，亲像也随着艺购车队伫北港街路发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 NASA 顶一届的月球计划已经是50当前咯。本地8月29要射无人火箭去月球，也毋过因为延印出问题，改到9月初3又搁因为设备各样取消咯，所以可能爱等10月咯。大大火箭徛伫发射台，也毋过伫个发射正日倒头算2点钟28分外的时阵，倒头算的时间煞向停止。原来是美国 NASA 国家航空甲太空总署，搁一摆临时停止发射计划，互周围等待真久的民众有一寡失望。I dragged my wife down here. We got here yesterday at 7 a.m. So we've been here quite a while. We slept on the grass last night just to make sure we had a good spot. 这是 NASA 第2届伫倒头算的阶段取消试射计划，这项无人飞行的测试任务阿提米斯1号原本要伫当地8月29做试射，也毋过伫倒头算的阶段，火箭4粒引擎内底其中一粒技术因为技术问题，造成无共的燃油管路发生泄漏，温度感测器各种这问题，互引擎伤过烧，所以取消试射。该时间到当地9月初3，嘛就是台湾时间初4透早2点外试射，也毋过这个中度阁发生问题。7:15 a.m. Eastern Time here at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in Florida. Got an update on the liquid hydrogen loading. They are in stop flow at the moment. There was a leak detected in the engine cavity. 这个问题同款是伫引擎内部发生。原本 NASA 掠准讲头一届问题已经解决，也毋过伫第2届发射进前，有关有共款的状况，要太轻燃料泄漏。On Monday, it was a manageable leak.
this was not a manageable leak. The mission management team is meeting this afternoon. They're going to look at it. They're going to see, is there still a possibility now, or are they going to have to roll back into the vehicle assembly building? If they decide that's the case, then it'll be an October launch. 这是50年前阿波罗17号太空人打起了月球以来上新的月球探测任务。NASA 希望借着这个计划测试新的科技，希望有一天会当将人类送去火星。讲是新闻台是唐平玉。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个关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 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